客家 MI 场保育工程被外界质疑，台南市环保局13日展览现地会勘，局长许仁哲、副局长陈信芬以及客家区长张明宝一同伫现场召开记者会，向大众说明保育工程一切合情、合理、合法以外，也公布日前伫现地开学，送交环保署环境检验所的检测结果。配合国家的政策，把一些焚化底渣的再生粒料可以拿来这边使用，所以原来的设计规范里面就有提到了哈，我们就再利用呢，包含玻璃砂，包含焚化底渣哦，经过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哦，我们每一批出厂的这个材料都有检验，那检验完之后呢，符合规范之后，我们才来这里施作哈。那各位看到我们开挖的那个断面，你稍微看一下，其实这个红土覆土底下那一块啊，那个有底渣的这一块，事实上已经非常坚硬的。你如果平常你要去挖，你也挖不起来，不可能挖得动啊。那这个只是在整个施作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夯实的动作，这个都符合我们，所以这个材料符合规范，所有的检测结果也都符合环保标准，我们才敢使用。虽然施作完之后呢，大家有质疑，所以我们在1月23号、24号，我们也采了一些样品，请我们这个环保署最高的检验机构环境检验所去确认，那也都符合我们现在的标准绝对没有外界所质疑的说这个有什么重金属污染的问题。虽然工程甲检测一切拢符合规定，但对着民众声音，市府也会尊重民意，未来将会听取在地民众的建议，将这个场地做上适合的规划。民众如果未来觉得这块地他们可以用得到在地的里民他们用得到，我们再跟他讨论，仔细讨论看看用什么样的设施去强化它的安全其实要在这个场地上跑跳，最重要是上面那个覆土的弹性系数要符合安全。那如果说未来这些民众有想法，我们也会依照他们希望使用的目的，然后去确认它的安全都符合规范之后，才会开放来使用。目前地方有建议会当调向公园、吹球场、木球场等需求。客家区公所也将这建议整理起来，交由市府参考。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